体育大车拼，台湾一定赢！世界听奖倒球锦标赛，咱台湾男子团体代表队派出去年伫听奖奥运摕到金牌的杨英宗、王凯翔、罗树佳，还有郭国东这4个人。目前伊是伫个分组是排第1，拍入去前4强，而且伫个昨是3-1拍赢日本，即马要来拼金牌咯。 13个4强战，穿红衫的台湾对穿乌衫的日本。第一场台湾派世界听奖倒球单打排名第4名的王凯翔，要抢第1胜。王凯翔靠着强烈的攻势，先摕到第1局。不过日本的川口公园也无伫咧远，硬是拍到匕首。王凯翔一开始攻势正强，摕到9-5领先。不过尾啊，家己骹步乱去，目睭紧紧看到川口公园逆转成功，摕到第1胜。 第2场比赛，台湾派听话的5条元老杨英宗，靠着伊丰富的经验，拍甲正在。日本选手几多遍进攻拢无成功，一直拖大气。上尾杨英宗顺利3-1为台湾摕到第1胜。第3场，台湾派罗树佳因为伤过紧张，一开始就1-2落后。好佳在伊尾啊有较在，开始力拼，连续赢2局，摕到第2胜。若果赢1场就当晋级。 台湾国派杨英宗对日本摕到第1胜的川口公园。川口公园虽然一直进攻，不过也是无法度突破杨宗营的防守。杨宗营连续摕3局，摕到关键的胜利。前面4局就是紧张急，然后脚步没踩好，然后就一直乱失误。对，不然其实前面如果有稳稳打，应该可以打更好。就我们一定拿了2点，对，就没有那么紧张了。对，尽力发挥，把球打好就好了。 战了2点外钟，台湾顺利晋级金牌战，14将会对乌克兰。台湾男子队虽然拍甲正忝，不过讲一定要甲金牌留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